位於台南市忠義路鄭成功祖廟，並5年府城成功燈會，1月30號暗時舉行點燈的儀式，現場邀請到有黃國樂團樂聲的演奏，整個廟埕客滿人潮。覺得還蠻榮幸的，就是每一次就是覺得跟鄭成功祖廟也是蠻有緣的，就是只要有活動，然後我們都很有榮幸可以邀請到這裡。廟方邀請到副市長葉鐵山、中西區長蔡家富以及多位的民意代表共同主持點燈的儀式，場面熱烈。3、2、1，點燈！來，掌聲鼓勵一下，哇！這個所在是台灣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區，所以咱鄭成功祖廟辦燈會的時陣哦，就是要大家講啥，一冬買了過啊，新的一冬啊啦，沒有來啊，所以哦，咱的意義，從其他燈會辦燈會的意義無同款，咱唔淨是老人爾，咱是咧宣示講，新的一冬要了到啊！一冬要了到啊！大家有一個啥？對未來的這冬有一個期待。什麼期待？希望事事攏會平安，行行順順，大家攏會愈來愈好。財團法人鄭成功祖廟副董事長鄭友茂表示，今年總共有3000派的花燈掛佇個廟埕，另外佇個四周圍的巷道嘛攏看會到。還有日本三型式甲日平富式來的花燈，相當的壯觀。阮用紅燈籠用書法來寫，嘛並且是阮一個特色啦吼，阮一個特色安尼吼，並且是成功燈會一個足大的特色安尼吼。那麼今年呢，阮頭都有3000盞的燈哦，同時來展出安尼吼，祈求吼，希望做當保佑，咱會當保佑咱全台灣、全台南市，大家攏會當合家平安、順遂成功安尼吼。府城成功燈會對今日起一直等到農曆年元宵過後，這段期間還有一連串的活動，包括有書法協會寫春聯、聯歡晚會、過七星爐、軟成功橋。當頭戲是3月3號元宵節，還有野花燈、燒圓仔等傳統的習俗活動，歡迎民眾做伙來賞花燈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